唔知你有冇喺深夜入面諗過，如果一個人嘅人生一開局抽到嘅就係全場最好嘅牌，咁佢呢一世係咪就可以避開世間嘅苦難，平平安安咁度過呢？我哋生日都會羨慕嗰啲一出世就喺羅馬嘅人，而2000幾年前嘅周瑜就係嗰個唔單止生喺羅馬，連羅馬成條鎖匙都揸喺手嘅人。公元175年，佢出世喺廬江書院嘅頂級名門，問到佢周氏家族係真正嘅三公世㗎。堂祖父同堂叔都做過太尉，掌管住大漢嘅軍政命脈，老豆亦都深耕喺權貴圈層。更難得嘅係呢一位含住金鎖匙出世嘅公子哥人，絲毫冇染上紈絝子弟嗰種驕奢淫逸。史書入面話佢強壯有姿貌，身高8尺，生得極之俊俏，仲精通音律，文韜武略樣樣精通。後來佢仲娶咗絕色美人小喬，你睇下。嚟到邊度係凡人嘅人生？呢個簡直係老天爺親手捏造毫無瑕疵嘅一件藝術品。但係朋友啊，我哋活咗大半世，睇咗咁多世事沉浮，一早就應該明白一個道理：呢個世界上邊度有咩絕對完美嘅劇本？命運貴贈嘅所有禮物，一早喺暗中標號出極之昂貴嘅階碼。周瑜呢個鮮花着咁嘅開局，不過係上天為咗令佢日後跌得更痛而精心編織嘅一場幻象。呢場幻象嘅開關喺佢16歲嗰年被撳低咗。公元190年，天下大亂，孫堅舉家搬到去書院。年僅16歲嘅周瑜遇見咗同佢同年嘅孫策，嗰個係一個唔需要權謀、唔需要算計嘅年紀。兩個少年一見如故，覺得係真正嘅意氣相投。周瑜唔單止主動去結交，甚至毫不猶豫咁將自己屋企城南嗰間最寬敞嘅大宅讓出嚟，俾孫策一家住。佢哋升堂拜母，有福同享，不分彼此，好到就好似一個人咁。我哋年輕嗰陣，係咪都曾經有過呢種掏心掏肺嘅好兄弟？嗰陣時總係覺得，只要兩個人並肩企喺度，連呢個天下都可以一腳踏平。後來孫策遇到江開拓基業，只係寫咗一封信，周瑜二話不說，直接帶住兵馬糧草千里奔赴。孫策見到佢，大笑住話：唔得兄孩也，有咗你呢件大事必成。我哋企喺今日嘅視角去回望，其實會睇周瑜咁多一絲深深嘅惋惜。憑佢嘅家世同才華，佢本來可以揾個安穩嘅地方，做個彈琴賦詩嘅風雅名士，安安穩穩咁度過一生。佢根本唔需要去過嗰重都口晒血、朝不保夕嘅日子，但係為咗嗰一句少年嘅承諾，為咗嗰一聲兄弟，佢心甘情願咁將自己綁上江東呢架戰車。佢以為佢只係喺度陪好兄弟，打下一片江山，等天下太平啦。佢哋仲可以翻去書院嘅大宅入面飲下酒、聽下曲。然而人世間嘅聚散總係無常，命運把舵都跌落嚟嗰陣，從來都唔會提早大聲招呼。見啱5年，個個總係最前面，笑得最張揚嘅孫策如此身亡。嗰一年，周瑜先至20出頭。你想象唔想象到佢收到幕後嗰陣嘅心情？不過講好一齊睇太平盛世嘅人，突然就倒喺血泊之中，丟低咗一個千瘡百孔、內憂外患嘅爛攤子。喺嗰一氣，周瑜嘅心入面一定係塌咗一大塊嘅，但佢連放聲大喊嘅時間都冇，因為江東唔遠得，因為呢個係兄弟攞命運翻嚟嘅基業，稍有不慎就會被時代嘅洪流吞沒。佢只能夠硬生生咁將所有嘅眼淚同悲痛吞落肚，連夜帶兵奔赴吳郡奔喪。佢除低華麗嘅錦衣，搵上冰冷嘅鎧甲，去擁立嗰個先至19歲喺風雨中失發抖嘅孫權，亦都係喺嗰個悲痛欲絕嘅深夜入面，曾經嗰個白衣翩翩、只識得風花雪月嘅周郎，其實就已經死咗活落嚟嘅，有一個被硬生生逼成銅牆鐵壁嘅江東大都督。世人只係見到佢往後餘生嘅光芒萬丈。佢唔知由孫策走嗰日開始，佢就用自己原本愚昧嘅青春，喺嗰個早逝嘅兄弟孭起咗整個時代嘅重量。你有冇經歷過嗰重為咗大局拼盡全力，最後卻被自己人提防到委屈？喺呢個世界上最令人心寒嘅，往往唔係對手嘅刀槍，而喺背後嗰雙充滿猜忌嘅眼。孫策走嗰年，江東其實係一座搖搖欲墜嘅二流，19歲嘅孫權好似個驚恐嘅細路，坐喺嗰個德不配位嘅位上面，朝野上下暗流衝動，幾多世家大族都喺度冷眼旁觀，等住睇呢個爛攤子點樣收科。外敵更加係虎視眈眈，
隨時準備包埋嚟將呢嚿肥肉撕碎。而嗰陣時嘅周瑜呢，佢係手握重兵嘅中護軍，喺外面征戰多年，軍中威望野中天，連孫策喺細嗰陣都要敬佢3分，毫不誇張咁講。如果佢稍微動少少私心，取而代之，不過係易如反掌嘅事。但佢做咗啲咩？佢連夜帶兵趕返吳郡，冇見拔老張，亦都冇擁兵自重。佢當住所有文武百官嘅面，恭恭敬敬咁對住嗰個年輕嘅細路，下咗最隆重嘅君臣大禮。佢呢一跪低嘅係自己嘅鋒芒，托起嘅係上個江東嘅定海神針。我哋呢一代人太明白呢種選擇啦。為咗所謂嘅情義2個字，為咗當初嘅一句囑託，寧願委屈自己，都要將責任硬扛落嚟。周瑜係個聰明絕頂嘅肉體凡胎，佢點會唔知交出主動權意味住咩？但佢依然揀咗呢條最難行嘅路，只因為佢心入面始終裝住嗰個同佢一齊大嘅好兄弟，裝住江東10幾萬百姓嘅安危。喺接落嚟嗰啲日子入面，佢會成咗一個永遠不知疲倦嘅救火隊員。邊度有叛亂，佢就去邊度平定；邊度有外敵，佢就去邊度鎮守。爬山穴，土皇祖不除隱患，硬生生咁替孫權將呢座隨時可能會冧嘅二樓修補得固若金湯。但係成人世界嘅殘酷就喺度，你嘅能力一旦過咗某條線，你嘅存在本身就成咗一重原罪。你越係完美，越係強大，嗰個坐喺高位上面嘅人心入面就越係恐懼。赤壁嗰場大火，江東滿朝文武都要投降，只有周瑜力排眾議，頑狂難於既倒，救出晒個江東條命。照理講，佢應該係最大嘅功臣，啱唔啱？但你翻開史書睇下，赤壁之後等待周瑜嘅係咩？唔係毫無保留嘅信任，而係帝王心術嘅制衡。隨後嘅南郡之戰，嗰係一場攞命去填嘅硬仗。但孫權係點樣排兵布陣嘅？佢偏偏將向來同周瑜唔夾嘅老張程普安排去俾周瑜做副手。程普自恃係三朝元老，心高氣傲，屢次侵犯刁難，時時掣肘，呢個就係權力嘅棋局，多令人無奈啊！上位者唔係唔知你哋夾唔嚟，佢恰恰就係要用你哋嘅夾唔嚟去保證佢自己嘅安全感。周瑜可以一眼睇穿曹軍嘅破綻，難道會睇唔出孫權呢點心思咩？佢咩都明白，但佢咩都冇講，因為佢知自己一旦計較，江東嘅內部就真係裂啦。佢只可以默默咁將委屈吞落肚，用比大海仲要寬闊嘅胸襟去包容程普嘅倚老賣老，直到最後連程普都俾佢折服，心甘情願，甘甘嘆與周公瑾交，若飲醇醪，不覺自醉。世人都讚佢寬宏大量，讚佢雅良高治，但係睇嗰啲夜深人靜嘅時刻，你覺得佢心入面苦唔苦？佢喺前面為咗國家喺度沾上灑血，連命都可以唔要，而喺佢身後，佢實寫效忠嘅君主，卻喺暗中布置住防佢嘅暗箭。佢打贏咗戰場上嘅千軍萬馬，算盡咗天下大勢嘅走向，卻終究贏唔過嗰顆冰冷多疑嘅帝王之心。我哋普通人喺職場入面，喺家庭之中，又何嘗冇食過呢啲苦頭？掏心掏肺咁付出，總係諗住只要自己做得足夠好，總可以挽嚟真心。但最後揾翻嚟嘅，往往係防備疏遠，甚至係理所當然嘅索取。好多時候擊垮一個人嘅，從來都唔係咩驚天動地嘅磨難，而係個從我本將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溝渠嘅深深無力感。周瑜嘅悲劇，亦都係由呢啲冇花兒說嘅委屈入面，一點一滴散咗根，發咗芽。我哋由細聽到大嘅三國，總係中意講諸葛亮隻東風，好似嗰場決定天下走勢嘅赤壁之戰，靠嘅係老天爺嘅一陣怪風，靠嘅係神仙施法。但係如果你翻開冷冰冰嘅正史去睇下嗰個真實嘅冷兵器時代，你就會明白呢個世界邊度有咩呼風喚雨嘅神蹟。個漫天嘅大火，全部都係周瑜一個人用3萬江東子弟嘅血肉去硬生生搏出嚟嘅命。30幾萬大軍壓境，黑壓壓嘅一片，就好似要將成個江東山吞沒魔咁。朝野上下都喺度勸降，連主公都喺度發抖。
周瑜企出嚟話：俾我3萬人我會贏。你話佢心入邊驚唔驚？佢都係肉體凡胎，佢點會唔驚？但佢唔退得，佢背後係10幾萬無處可逃嘅江東百姓，係佢兄弟攞命玩翻嚟嘅江山，所以佢只能夠將個頭掛喺褲頭帶上，去完成呢場實力懸殊嘅極限拉扯。嗰場大火確實燒掉咗曹操一統天下嘅霸業，燒出咗3分天下嘅格局，但係亦都徹底燒乾咗周瑜嘅精力同氣血。但更殘酷嘅仲喺後頭，好多人以為赤壁打完就萬事大吉，其實根本唔係緊接落嚟嘅南郡之戰，先至係一台真正食人嘅教育機。嗰場係真正嘅死戰啊！曹人死守城池，周瑜要喺爛泥同鮮血入面一寸一寸咁去行，亦即係喺嗰場仗入面，周瑜喺前線督戰嗰陣，一支流似狠拿咁射中咗佢嘅油啦。喺書上只係寫咗冷冰冰嘅中流詞，通實咩幾個字。大朋友，你合埋眼諗下，佢係一個連抗生素都冇嘅年代啊！個支帶住到刺嘅粗糙鐵尖嘴，深深扎入血肉入面，連帶住泥土同鐵鏽，硬生生扯斷咗筋骨。佢痛咩？佢點會唔痛咩？除低嗰層威風凜凜嘅大都督鎧甲，佢都不過係一個會流血、會發燒、會痛到全身發抖嘅普通男人。傷勢重到咩程度？佢連企都企唔起身，只能夠直挺挺咁瞓喺軍帳入面，奄奄一息。對面嘅曹人聽講周瑜倒下啦，立刻好似聞到血腥味嘅狼咁，踎埋嚟喺營帳外百般辱罵挑人。江東軍心動搖，所有人都覺得大都督唔掂啦，呢場仗打唔落去啦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嗰個明明已經半隻腳踏入鬼門關嘅周瑜，做咗一個令所有人眼眶發紅嘅舉動。佢咬實牙關，強忍住傷口撕裂嘅劇痛，喺病榻上爬咗起身。冇人知佢係點樣嘅痛楚，每行一步落下嘅鮮血都喺度向外滲。但佢就係咁死撐住，着上沉重嘅鎧甲，跨上戰馬喺軍營入面巡視咗一圈。佢甚至仲要拼命擠出笑容，用盡全身最後嘅力氣去彎虎像時同大家講：我冇事，我哋會贏。睇到呢一幕，你係咪都會覺得心口有啲翳焗？我哋總係習慣咗仰望英雄嘅光環，但係忘記咗去睇睇資產嗰度光環嘅脊梁骨，一早就已經被壓到嗰粒作響。就好似我哋生活入面嘅好多人，人到中年，上有高堂，下有妻人。你係屋企嘅頂梁柱，係公司嘅老員工。就算你喺出面受咗天大嘅委屈，就算你嘅身體一早已經喺警部，但你敢到下咩？你唔敢每日翻到屋企喺車房度食完最後一支煙，抹乾眼淚，推開門，你仲要笑住對老婆仔都講一句：今日幾好啊！周瑜都係一樣啊！佢吞落咗所有嘅痛苦呻吟，用呢一副千瘡百孔嘅殘軀，硬係憑住一口氣將曹人逼退，攞低咗南郡。佢贏咗，佢真係咩都贏晒。但係當戰爭嘅硝煙散去，當其他人都作為生理歡呼嗰陣，只有佢自己知佢啲腐凡人嘅肉身一早就透支到極限，再都補唔返啦。老天爺留俾佢嘅時間真係冇多啦。你有冇試過？當你歷盡千辛萬苦，終於爬到去山頂，眼睇住就要摸到嗰一輪朝陽嗰陣，個天突然就黑咗。南郡之戰後，周瑜攞低咗江陵，受封偏將軍、南郡太守。嗰陣時嘅佢，可以話係名震天下，手握住東吳最精銳嘅兵權。按做普通人搏到呢個份上，九死一生捱出咗頭，點樣都應該唞下，享受下高官厚祿啦啩。但周瑜冇，真正清醒嘅人往往係最痛苦嘅，因為當所有人都作為眼前嘅殘羹冷炙歡呼嗰陣，只有佢一抬眼就睇到未來席捲而嚟嘅狂風暴雨。佢太敏銳啦，敏銳到一眼就睇穿咗劉備嗰副寬厚仁義面具之下嘅梟雄本色。當時滿朝文武，包括孫權在內，都覺得劉備兵微將寡，係個可以利用嚟抵抗曹操嘅幫手。但周瑜卻上書孫權，話劉備呢種人就好似養唔熟嘅蛟龍，絕對唔可以俾佢接觸到雲雨。佢俾出咗一個堪稱狠辣又絕妙嘅方案，將劉備留喺江東，起咗豪華嘅大宅俾佢。
想似無數嘅靚女用極致嘅安入去一點消磨佢嘅心智，再將關羽、張飛呢兩支猛虎調開，分著各方。呢個係從根基上徹底瓦解劉備集團為江都永絕後患嘅最優解啊！但係孫權驚咗，孫權因為忌憚北方嘅曹操，想留住劉備做擋箭牌，果斷否決咗周瑜嘅提議。唔知你可唔可以體會到嗰種深深嘅無力感？就好似你明明眼巴巴睇住一架車要開向懸崖，你拼命想去搶個軚盤，卻被坐喺司機位上面嘅人狠狠打落咗指手。你咩都睇透晒，係咩都改變唔到。呢個世界上最孤獨嘅事，莫過於眾人皆醉而你獨醒。但周瑜終究係周瑜，就算君臣之間已經有咗隔閡，就算自己嘅心血被付諸東流，佢依然冇放棄嗰個一統江西嘅執念。既然放唔住劉備，咁就自己去開疆拓土。冇過幾耐，佢再次向孫權拋出咗一份足以改寫成個中國歷史嘅宏偉藍圖，一分天下，向孫權進言。而家曹操啱啱打完敗仗，內部唔穩，暫時冇能力南下。我哋點解唔趁呢個時候大軍西進，攞低益州，吞併張魯，再同犀利嘅馬超結盟？到時我哋再擁南方同西部嘅半壁江山，同曹操挖江而治。等時機成熟，再揮師北伐，一舉平定天下。朋友們呢，一番謀劃，豈吞山河論格高，更遠見，論可執行成。佢邊一點輸俾諸葛亮嘅隆中對？面向來緊甚多疑嘅孫權喺聽到呢番話嗰陣，都被點燃咗心底嘅野心，當即拍板准許周瑜即刻整軍備戰。嗰一年係公元210年，周瑜36歲啊，正係男人智力、閱歷、威望都遞到最巔峰嘅黃金年紀。佢躊躇滿志咁踏上咗翻去江陵嘅歸途，準備去集結大軍，去完成佢心入面嗰場千秋大夢，一盤天下嘅棋局。佢算無遺策，每一步佢都行出咗嗰個時代所能夠行出嘅最優解。但係命運卻喺呢個時候向佢露出咗最殘忍嘅冷笑。喺途經巴丘嘅時候，周瑜突然病倒啦。有家唔係咩轟轟烈烈戰死沙場嘅壯烈，亦唔係咩驚心動魄嘅暗殺，就係一場突如其來嘅急病，就好似一台高速運轉一早就透支咗多年嘅機器，突然之間咔嗒一聲齒輪斷咗。邊個會諗到呢？嗰個喺赤壁嘅漫天大火之中談笑風生嘅人，嗰個拖住重傷殘佢硬生生逼退曹人嘅人，居然就咁樣倒喺一個寂寂無名嘅細地方，喺嗰張簡陋嘅病榻上，聽住將內滔滔不絕嘅長江水。周瑜嘅心入面喺度諗緊啲咩？佢一定好唔甘心啊！哇！西川嘅地圖仲喺案頭擺住戰馬嘅嘶鳴仿佛，仲喺耳邊佢嘅大軍仲未開拔，佢兄弟孫策嘅仇仲未報盡。佢贏過戰場，贏過對手，甚至贏過咗人心嘅猜忌，但係到頭嚟噶，佢終究算唔過天命，生唔過呢命，明知終無常嘅做法。佢用盡咗一生嘅力氣去對抗亂世，卻喺就快要摸到天光嗰一秒，被老天爺無情咁沒收晒所有嘅籌碼。時來天地皆同力，允許英雄不自由。原來呢世間最令人絕望嘅悲劇，唔係你做錯咗啲咩，而係你做啱晒所有嘅事上天，卻依然唔肯俾一個好結局你。隨着周瑜喺巴丘嘅嗰一聲長嘆，江東再都冇人咁睇得懂天下，三國鼎立嘅死局就此徹底鎖死。而嗰個鮮衣怒馬嘅周郎，就咁樣帶住佢滿腔嘅抱負，永遠咁沉睡喺滾滾嘅長江之畔。秋雨周響，江東嘅呢陣風好似突然就停咗。但係命運對佢嘅捉弄竟然仲未結束。你翻開後來嗰啲流傳千古嘅戲本同小說，睇下世人係點樣寫佢嘅。佢哋硬生生咁將一個咁心胸廣闊、才華橫溢嘅蓋世英雄，塑造成咗一個直言動能、小到雞腸嘅丑角。既生瑜，何生亮？一句憑空虛構嘅臨終遺言，好似一個沉重嘅十字架。將佢死死釘喺歷史嘅嘲笑聲之中，一釘就係上千年。有時候諗下呢，真係一件令人覺得無比蒼涼嘅事。佢呢一生其實從來都冇做錯過任何一個選擇。而蕭時結交孫策，佢付出咗傾盡所有嘅真誠，主公早逝後輔助孫權，佢做到咗毫無保留嘅忠心。火燒赤壁面對強敵，佢展現咗挽狂瀾於既倒嘅膽識。謀劃西川二分天下，佢羅出咗胸懷天下嘅格局。佢將佢能做嘅事全部都做到咗極致。更該佢咩？
唔該佢咩責任全部都孭到尾，但最後呢，唔單止黃圖霸熱中到崩殂，竟然仲要喺死後，哇！承受呢千百年嘅誤解同冷眼，成為別人故事入面嘅墊腳石。但係朋友啊，呢個就係歷史，呢個亦即係真實嘅人間。其實已經好深啊！我哋今日就好似老朋友咁，閂埋門講兩句心底話。你回首自己呢大半世人，係咪都常常會喺夜深人靜嘅時候輾轉反側咁瞓唔着？係咪總喺心入面懊悔當初如果冇行錯嗰一步，如果勇敢咁抓住咗嗰個機會，如果喺路口換咗一個方向，如果對嗰個人再多啲耐心，而家嘅日子會唔會就唔一樣啦？我哋總係唔甘心，總係中意喺腦海入面預演一萬重如果，總係覺得自己只要再努力少少，就可以將生活經營得原本無缺。然後我哋就用呢啲虛無縹緲嘅遺憾，用呢啲一早就無法重來嘅假設，去反覆折磨而家呢個已經滿身疲憊、滿頭白髮嘅自己。你活得好攰，因為你總係喺度試圖俾自己一個完美嘅交代，亦都試圖俾其他人一個交代。但係你睇下2000幾年前嘅周郎，佢手入面揸住咁好嘅家世，身上帶住咁高嘅天賦，佢喺人生嘅每一個岔路後都做出了最正確嘅選擇。佢為咗家國大義流乾咗最後一滴血，但結果呢，佢咪又喺36歲嗰年被老天爺輕飄飄咁收走出所有嘅籌碼，佢咪又係連一句辯解嘅說話都嚟唔切講，就被後人潑咗一身嘅污糟水。你睇連千古風雅嘅周瑜都冇發咗有命運嘅走向，都避唔過呢滿盤嘅遺憾同委屈，更何況係令我呢啲喺紅塵俗世入面打滾嘅凡夫俗子呢？喺呢個世界上有好多事，真係求唔到嘅。你拼盡全力去愛咗一個人，最後都係走散咗，嗰個唔係你唔夠好，只係緣分真係到咗盡頭。你日以繼夜冚埋咗大半世，慳食儉用，最後都係未能大富大貴。嗰個唔係你冇能，因為時代同機遇嘅風啱好冇吹入你個院度，你對別人掏心掏肺，卻為你誤解同冷漠。嗰個唔係你做錯咗咩？只係呢個世界上本來就冇感同身受，人呢一世能夠掌控嘅嘢實在太少啦。大部分嘅時候，我哋都不過喺時代嘅洪流入面，被挾裹住向前走嘅一粒沙。時來天地皆同力，允許英雄不自由。既然連英雄都無法對抗天命，我哋又何必死死捉住自己嘅過錯唔放呢？所以放過嗰個一直糾結、一直內耗嘅自己啦。唔好再因為冇達到世俗嘅標準而自責啦，唔好再因為得唔到別人嘅理解而委屈啦。你睇下你自己，呢大半世行過嚟，食過咁多嘅苦，捱過咁多嘅辛酸，亦為呢個家產破產嘅生活面前低過頭，已經做得足夠好啦。遺憾本來就係人生嘅底色，嗰張充滿咗塗改痕跡、殘缺不全嘅答卷，先至係我哋普通人喺呢個人間認真活過一遭最真實嘅證明。聽朝早太陽升起嚟嘅時候，城市嘅車水馬龍仲會繼續，生活嘅柴米油鹽亦都會繼續。至於嗰啲得唔到嘅執念，嗰啲解唔開嘅死結，就由得佢哋留喺今晚嘅呢一聲嘆息入面啊，就好似周瑜咁，係生命嘅最後一期，睇淡呢啲營營役役嘅算計，平靜咁接受天命嘅安排。夜深啊，外面嘅風都停啦，合埋眼好好瞓一覺啦。呢一杯茶，勁過啲我哋永遠都冇法挽回嘅歲月，勁過杯再都敬唔到嘅酒，亦都勁過個喺呢個並不完美嘅人間入面，已經拼盡咗全力嘅你自己。